一个无情的社会，事事就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害我为情心痛痛。情海浮沉，受折磨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害我为情心痛痛。情海浮沉，受折磨。云梅，老师好，你实在太苦了，因为你从 A 段下来，你的哭腔就出来了。平常的你不是这样，平常的你一定是慢慢的将那个情绪慢慢放进来，好像在诉说一件故事。但是今天的你呢，冲太快 ，A 段的部分，你一开始就开始很苦的哭腔出来。然后到了副歌，不用讲，太棒了，很好听，就好听的。都是刚刚 A 段的部分，你的哭腔不要那么快就冲出来，应该慢慢来。我主细喊安怎安怎，是慢慢的在叙述的，这样子你会更加分。谢谢老师。阿梅姐，老师好，我觉得很感动哎。我觉得你唱歌就是，尤其你平常有讲台语吗？没有。你平常没有讲台语，你可以说海过啊，剪海那种比较很口气的东西，你还是可以表达得很好。我是在字里行间都没有听到说，哎，感觉你是不讲台语的人，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在你身上是哎，就很奇妙的就成立了。好，那今天这首歌我其实也蛮喜欢的，好，有血有肉的感觉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